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飛龍。大家開始聽之前咧，俾個 like 我哋先啦。你哋每一個 like 咧，都對我哋好重要嘅。大家飛龍啊，今日係2026年6月22號啊。咁講一講下中年好聲音4啊，最新一集啊，中1、2、3新啊，在敵賽啊，就分上下半場去比賽嘅。咁每一場啊，最低分嗰4名選手咧，就會入待定區啊。好啦，當13位參賽者啊，都唱歌完畢嗰時咧。咁待定區嘅選手咧就要即時進行 PK 賽啊，而評判咧就會喺呢4名選手裏邊淘汰一位啊，咁樣再選12強出嚟嘅。但我想講啊，呢個在敵賽啊，其實以往都有試過嘅，例如上屆啊，當時就喺14強裏邊啊，就淘汰2名嘅。依季唔係喎，鬥完之後唔係從分數去睇喎，要佢哋另外再唱喎，即係變成啊，即係嚟緊呢個上下半場啊。唱得最差嗰啲未必一定輸喎，因為佢要去另外唱喎，再決定勝負喎，真係突然間引入呢個分數計法最初我都覺得有少少奇怪嘅，咁但係諗下我又明白喎。第一咧就令到嗰個節目啊，嗰個懸念啊同埋刺激感啊增加咗啊，因為本身咧有可能你睇完邊個唱得差啦，咁一定去淘汰啦，唔關事喎，真係因為要另外再唱先再決定嘅喎。咁令到成件事啊，唔可以單純睇分數去估邊個淘汰喎。咁令到呢一 part 裏邊啊個比賽感啊，即係嗰種緊張感啊，就即時緊張啲啦。咁有可能係谷收視嘅方法嚟嘅，我諗下。同埋在敵賽始終有一樣嘢咧，若然個對手啊，即係幫手在敵嗰個唱得好啲咧，係有影響嘅啫。就算評判講明啊，我哋睇參賽者就唔計隔離嗰個啊。但隔離嗰個唱得好啲係會影響埋參賽者都會唱得好啲嘛？即係我見有啲網民例如呢一集啊最低分係可南啊唱瀟灑灑會嘛，同阿龍庭一齊唱嘛。咁你知唔知啲網民喺度講咩啊？如果龍庭啊同呢一集最高分係邊個啊？尹敬信啊同黃渤一齊唱嘛，唱人間嘛，就攞到95分啦。啲人話如果龍庭同尹敬信一齊唱啊，一定冇95分啊，隨時會拉低咗啲分數添啊！咁我唔知係咪以示公正啦，所以咧就另外最低分嗰4個另外作賽，即係最初我覺得有少少奇怪，因為未見過咁嘅賽制。但我諗下喺個谷收視啊，同埋公平性其實係 fair 啲喎，只不過繁複啫嘛，要唱多次。同埋好似呢一季啊，我聽佢哋講係取消個累積排名分嘅喎，之前係有呢樣嘢喎，嚟影響最後總決賽啲資格嘅喎。有冇諗過做乜又會取消呢樣嘢咧？即係我覺得有可能係避免啊，強者就越強啊，弱者咧就完全冇翻盤機會啊。咁成個比賽咧就有可能咁樣唔好睇嘅啫。因為有啲情況可以個黑馬選手後尾突然間發力嘅。如果你有累積排名分咯，咁後尾發力都冇用啦，因為之前啲分數已經低開。咁因而咧就想每一位選手啊喺每一集裏邊啊，個起跑線啊，盡量係平等嘅。即使你之前嘅有幾集都 MVP 啊，只要你有一集突然間失常啊，咁一樣有機會啊，就跌入個待定區啊，或者被淘汰啊，變成咧一場定生死嘅賽制啊。咁成件事就容易製造爆冷喎。咁啊，亦某個程度上個話題性亦高咗喎。咁有可能咁樣係谷到收視嘅喎。我又覺得即係 TVB 若然喺收視嗰方面睇咧係 OK 喎，今次。亦簡化咗觀眾去理解個比賽情況啊，因為有時你下啲分數加埋咧，個賽制其實係複雜多少少嘅。單純粹係嗰晚嘅表現咧嚟決定咧你留唔留得低咧，其實觀眾先係最容易明白嘅啫。所以基本上你唔好話我成日彈 TVB 啊，今次我覺得個賽制係 OK 嘅啫。即係我唔知有冇其他 KOL 好似我咁樣啦，即係因為今集佢有講咗一啲賽制上嘅嘢。即係原來我就咁分析呢個賽制都講成4分幾鐘，咪因為覺得都需要噶，即係唔係淨係每一集就係評價啲參賽者嘛，個賽制其實都好緊要嘅啫。好啦，另外我想講一講下今集嘅嘉賓評判嘅阿孫耀威啊，我覺得佢客席評判得嚟做得幾好喎。首先我覺得佢點評精準啊，真係具備一個歌手專業嘅角度去睇每一位參賽者啊。因為我見佢啲評語其實好簡單啊，一針見血，唔會同你講啲空泛，好有感情啊，好好聽啊，而又能夠精準啊，講到啊參賽者個問題喺邊啊，或者值得讚嘅地方啊，
好，就以黃渤啊同埋尹景順嘅人間為例啊，咁佢哋係呢一集裏邊最高分啊95分啊。咁啊，孫耀威啊就喺從合唱嘅角度去賞識佢哋啊，大讚啊黃渤啊係一個保護罩啊，能夠細緻啊啲和音啊，將阿景順啊一啲比較粗豪嘅地方啊包得好好睇啊。嗱，呢種點評啊，我想講，喂，真係識得唱歌啊，懂得合唱啊，點樣做出一啲化學反應嘅專業嘅音樂人先講得出嘅啫。另外，孫耀威我又覺得佢敢言講真話，又唔好麻木咁樣俾高分嘅。你知啊，即係冇講明邊個啦。好多時啊，唔知係咪想製造一啲節目效果又好啊，或者人情味又好啊，即係當中嘅評判有時講啲嘢都好模棱兩可啊嘛啫。我哋見阿孫耀威，例如佢講阿可南啊，即係今集最低分啦，83分啦，就話佢唱瀟灑走一回嗰陣時啊，佢話可南啊啲中音其實唱得好靚喎，但高音部分咧就有待改進啊，並且唔會因為阿師姐阿龍婷去助力咧而麻木咧俾一啲同情分啊，咁所以見到阿孫耀威啊俾分數上啊，其實係有佢嘅底線啊，亦能分得清啊個選手係唱得好啊，定係個助力嗰位師姐先唱得好啊，即係就算佢連最低分嗰剎那，佢都首先講咗佢有咩優點。咁所以我見阿孫耀威佢啲評語好多時啊，佢又識得帶有鼓勵性啊，又不失佢嘅嚴厲嘅一面啊，就好正確地講到選手嘅缺點啊，等佢有個具體之後咧可以點樣改善嘅方法啊，即係你明我頭先做乜？我拎一個最高分同一個最低分。嗱，你睇下孫耀威就係最高分裏邊佢都講到佢嘅缺點，最低分裏邊佢都講到佢嘅優點。就算尹景順好啊，今集係95分啦。其實我真係覺得黃渤都幫佢唔少嘅啫。當然啦，喺個難度上啊，即係喺個唱人間，尹景順咧有樣嘢叻咧就係佢男 key 又唱到，兩 key 又唱到，連呢隻歌人間呢隻歌，佢要唱翻阿王菲嘅原 key 佢又唱到，但佢自己都知嘅，如果咧冇阿黃渤喺度幫手的話，佢唔會咁樣唱法嘅。因為其實某個程度上你可以話係純粹技巧咯，有啲部分其實係好靚嘅做得，即係又同阿黃渤輪流，有時唱主音，有時唱和音，互相喺度對調咁樣。而最緊要兩把聲係夾得到嘛，真係。咁當然好明顯啦，黃渤咧就唱得好啲嘅，亦喺呢集裏邊，我覺得阿黃渤其實某個程度上都表現到自己嘅實力啊，一個咧係可以贏到依季13個選手都唔出奇嘅啫，起碼琴晚。即係連埋壯力嘅參賽者一齊計的話咧，黃渤係表現最好嘅一位啊！同埋想講翻阿孫耀威啊，即係佢話尹景順嘅感情表達度啊，係可以點樣層次遞進嘅。喂，咁樣我想講，就算佢係呢一集最高分啊，佢嘅評語啊，阿孫耀威嘅評語仍然係金玉良言嚟嘅，基本上唔會為評而評啊！嗱，所以咧呢一集咧壯力賽啊，阿孫耀威加入咧，覺得成個評判席啊，整體上啊。突然間個專業度好似提升咗唔少喎，係啊！如果若然中四啊之後啲評判啊都可以做到呢個 level 的話咧，咁個節目其實都好好睇㗎。即係除咗參賽者唱得好的話，評判要評得有水準都係好緊要嘅。嗱，孫耀威就完全做到真正歌手啊應該有做評判嘅水準啦。不過當然呢個係我睇法啦，你都可以俾意見嘅。好啦，餘下咧就我會講一講下各選手或者叫各隊形啦。咁一啲睇法嘅啫，不過今集我就唔會話好詳細講每一隊嘅啫，因為最終其實唱完之後都係最低分嗰4名咧，仲要 PK 一次嘅，所以唱得最差嗰啲咧都唔作準，即係有機會去即係好似我話齋海南咧都未必最後係 foul 嗰位嚟嘅。不過原則上海南咧向來我都覺得係俾人 foul 嗰個可能性係比較高嘅啫。就講咗海南先啦，由最低分開始講啦。但係我其實都幾認同主持人啊，講下海南同阿龍婷呢一隊唱瀟灑走活嘛，83分嘛，動作太多啊，開頭佢哋嬲住嗰個斗篷嘅，完全係幫助唔到件事表演，仲要覺得有啲怪。嗱，佢係咪唱得好唔好咧？我又唔覺得話認真好差嘅。不過相比其他選手的話咧，係明顯遜色咗少少。當中就除咗海南唱瀟灑走活覺得個 power 唔係好夠啊，有可能係唔夠放鬆啊，本身或者係個嘴巴本身開得唔夠大啦，某啲字咧又咬得唔係好清澈啦，啲音準又有少少飄啦。最緊要我覺得就係老土嘅啫，唱得出嚟。相比其他啲選手嘅，咁唔排除因為龍婷個腔都有少少舊嘅，咁好明顯龍婷嘅 power 好過佢啦，好過個參賽者的話其實有少少問題嘅啫。
有人呢個都係參賽者嘅問題嘅，但係有啲人話龍庭唔識就佢咯。唔係，因為我想講龍庭本身唱歌，龍庭唱歌咧，我撇開個可能係顧之前有少少舊啦，同埋好多時佢有啲情況佢識放唔識收啊。尤其是隻歌要用力嗰時，佢放得好犀利嘅可以，但同時間一隻歌好唔好聽，就你放同收都做到嘛，真係。咁所以呢一方面咧，阿龍庭咧反而未必帶動到阿可南之餘咧，仲顯示到阿可南一啲缺點添啊。加上阿可南啊，唔知係咪緊張，有啲動作同眼神啊，評判都有講噶，啲眼神好似唔係好自然啊，唔係好望人咁樣，所以佢83分咧係啱嘅啫，呢集最低分係啱嘅啫。不過好似我話齋，佢仲要唱多一首歌，所以佢未必係淘汰個位。只不過暫時初步佢被淘汰嘅機會都係比較高嘅一位啫。因為睇佢整體上表現好多時都係咁嘅。同埋兩人啊，佢哋基本上即係可南同阿龍庭啊，擦唔出咩火花。有人其實個風格都唔係好 match 嘅啫，所以我先話阿龍庭好似冇就啊可南去做咯，或者根本龍庭唔識點樣就佢啊。好啦，另外啊，其次低分數啊，陳玉培啊，金海啊。咁呢集就尾二分數啊，85分啊。咁陳玉培喺呢一首歌裏邊啊，一啲細節啊，或者啲語氣上啊，或者感情嘅層次感啊，其實都做得唔夠細緻啊。所以我聽上去嗰剎那，我都覺得有少少平淡，同埋好直白地唱嘅，唔係唱得唔好，係可以唱得更好啫。相比之下，金海咧就好明顯就唱得好過陳玉培啊。無論阿金海嘅個人風格啊、語氣感嗰度啊。其實大家都知，向來金海係唱一啲好細膩嘅感情，其實係唱得好好嘅啫。你叫阿金海唱啲好澎湃歌就唔得啫。呢啲要好細緻，唱到嗰個味道出嚟，金海其實係好擅長嘅。咁所以某個程度上啊，阿陳玉培咧就完全俾金海比下去啦。所以85分都 OK 啊。好，另外鄭嘉星同埋顏志恒啊，就唱阿牛啦，就攞89分啊。咁我其實就幾中意阿鄭嘉星去唱嘅。因為啲感情係唱得幾好啊，即係如果同佢自己比較純，同佢自己比較咧，係進步咗唔少嘅。而顏志恒啊喺呢首歌裏邊啊，亦唱得平實啊，幫到佢手嘅就係，佢又唔會搶到阿鄭嘉星咯，但佢又傍到佢咯。咁啊，阿嘉星就聽到佢唱阿牛呢首歌嗰時咧，低音方面係爭少少嘅。如果你好 detail 咁樣去評佢的話，但顏志恒某個程度上有幫到阿嘉星去呢方面彌補佢一啲缺點嘅。咁所以89分都合理嘅啫，係啊。同埋開始感覺到阿嘉星啊，佢都係好似唱一啲節奏快啊，啲句子比較短啊，爆發力強嘅歌曲咧，啱佢唱多啲啊。同埋呢啲情況係可以掃佢啲台風。所以若然啊之後咧揀歌揀得準唔準咧，將會去係咪可以打到咧最後7強定8強啊？我唔知喎，有啲人又話8強，有啲人話最後係7強啦。總之係 final 啦，個機會就會比較高啲啊。好，另外我想講下。係啊，講漏咗，因為應該由低分開始講咧，應該先講周志康先嘅。周志康同阿劉威煌唱《失魂》啊，就86分啊。咁喺呢集嚟講都屬於係尾3嘅分數嚟啊。本身周志康都唱得好嘅，不過我想講嘅其實 rock 歌咧就唔係好適合佢唱嘅，而同時間劉威煌又好擅長唱 rock style 啊，所以某個程度上咧，其實劉威煌係有幫助周志康隻歌好聽咗嘅。但同時間又睇到啊，周志康有啲位置啊，有啲段落係明顯咧唔夠劉威煌唱搖滾嗰啲氣勢出嚟嘅，因為把聲有啲要有 punch 嘅嘢，punch 唔到啊，嗰啲爆發力、震撼感嘅嘢冇啊，要狂野嘅地方佢又冇狂野喎，即係好嘅。周志康有人想挑戰一啲冇做過嘅嘢，咁喺某個程度上亦睇得到一啲之前諗唔到，呢啲 style 佢都 OK 啊，叫合格啊。但如果玩比賽的話咧，佢明顯係遜色過其他啲參賽者嘅，咁所以86分我都覺得係應該嘅啫。哇，係咪啊？暫時好似聽我講個都應該嘅喎，唔係呢集啲分數大致上我都覺得係應該嘅，真係。轉講啦，講埋最高分啊，其實頭先都講咗啲啦，即係尹經信同阿黃渤唱人間啊，95分啊，全場係最多人讚賞嘛，連周國峰好少有19分，佢竟然就俾19分人啊！主要佢哋兩個人啲技巧啊、用聲啊、轉音位置啊，各方面都好 match 嘅。其實當然即係 detail 咁講，係黃渤會唱得再好啲嘅，同埋啲主音啊、和音啊、轉換位啊，尤其是啲高音啊，
你知尹景順唱高音係幾擅長嘅啫。基本上今次我唔覺得佢係玩嘅比賽係一個完美嘅表演嚟嘅，真係係啊，或者稱為完美嘅境界啊。咁所以95分係值得嘅，真係。不過呢個分數亦好大機會係黃渤幫手咯。如果唔係黃渤的話，未必去到95分咯。好，一路聽好似個個都話認同啲評判啲分數啊。嗱，有一個就唔認同嘅啫，就今集第2高分啊，阿吳亦偉同阿黃鄭俊仁唱後知後覺啊。因為最主要今集吳亦偉好似個身體唔係好舒服啊。原本好多應該唱到嘅轉音嘅部分啊，佢都好似比較吃力喎，尤其是副歌啲高音部分啊，好多都唔係好接得到啊。係有啲尾音爭少少啊，不過好在咧有黃鄭俊仁喺度啊，幫佢補救咋。咪你知黃鄭俊仁啲聲音咧用得幾犀利啊，尤其是嗰啲所謂嘅高音啊，即係阿黃鄭俊仁係好叻做海豚音嗰啲嘛，佢撐住成首歌，咁啊所以最後聽落去咧都冇話甩甩碌碌嘅嘢嘅。係啊，整體上阿吳亦偉呢一首歌裏邊其實有幾多瑕疵同埋幾勉強嘅啲嘢。同埋我想讚下黃鄭啊，雖然話有啲嘢去撐住咗，但佢咧強得嚟又唔搶阿吳亦偉喎，咁先至幫到個分數咁高喎。同埋兩人嘅總算一啲層次感都做得幾好嘅，所以咧唔係話阿吳亦偉唔值高分，但係唔值93分咁高咯。相比之下，我反而覺得許雲妮啊，今次係呢一集裏邊第3最高分嘛，92分嘛。我就覺得許雲妮同阿李佳合唱呢首歌咧，其實應該係比阿吳亦偉嗰首歌最高分啲嘅。雖然許雲妮佢唱得好好聽嘅呢隻歌，如果你要捉起啲瑕疵咧，有人前半段有啲咬字啊，同埋感情上都有少少刻意咗少少嘅，但唔係話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啊，即係好嚴謹地去每一 part 去評的話咧，同埋有李佳喺度表現，咁啊聽到李佳啲高音咧，好明顯佢係比許雲妮咧再口實少少嘅啫。不過唔緊要嘅啫，只不過係李佳太強啫，某個程度上，即係若然你想聽得舒服的話咧，即係你唱呢首再度估到逝去的愛啊，其實兩人都已經去到專業水準嘅，都唔錯嘅啫。92分 OK 啦，我認同嘅啫。只不過咧，我就覺得吳亦偉應該係低過呢個分數添啊。好啦，呢啲就係我呢一集我少少一啲評價嘅意見啦。咁歡迎大家都可以留言啊。咁中意呢條片可以俾個 like 或者分享出嚟啦。好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